今日上到嚟一個3550尺湯臣1號，我哋而家行到呢個就係客廳嘅位置。呢個間隔非常之清晰，4間房有2間係套房，1間客房，1間書房。我哋今日睇個單位就係低層望遠景。今期湯臣1號有幾個付款方式係值得你去研究同考慮嘅。首先講先租後付，所有發展商都有呢個方案，但係今期呢個發展商係冇管理費、冇使用費，亦都係冇利息、冇首期。意味住係咩呢？140萬你就可以買到個3550尺嘅單位，免費住3年。咁3年後一定會有人問，嗰140萬去咗邊呢？就係褪翻落嚟嘅樓價。所以呢3年內你係零成本去居住。咁我哋先望一望廚房嘅空間先，有2個露台，廚房呢邊都有個生活陽台。隔離有個工人房，好多人都會想喺主教山半山區住到一個低密度嘅住宅，今日就有機會啦。哪怕你話3年後你唔中意嘅話，都冇乜負擔，就係140萬嘅問題嘅啫。先望一望呢個書房，付款時間非常之靈活，有3年可以俾你慢慢去俾錢。我哋望一望呢度其中一間套房，重點廁所好多都有窗。眼見嘅家私、電器、裝修，你租嘅期間全部都會留翻低俾你。換句説話就係連裝修埋。啱啱廚房出嚟就係一個飯廳嘅位置。我哋望一望後邊呢啲房先，呢邊仲有對流窗，呢個就客廁都有窗，我哋望一望。先睇呢間客房，有人會問今期嘅價錢會唔會話好貴？有一套5000零蚊，其他嘅都係6000零蚊，你可以過嚟研究下。尺價對比同區嘅二手，包括新樓嚟講，都已經係平咗好多。你睇埋最後呢一間套房啦，呢間係主人大套房，3面落床一定會俾翻你嘅。望一望廁所嘅空間先，咪亦明條窗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湯臣1號，今次攞8套出嚟做優惠，3550尺全部大單位，你手頭上有84萬，可以諗先租後付呢一個方案。有興趣嘅話，點擊我頭像，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今次我哋唔需要驗資嘅題，再見。